严天明知错改错，不徇私情，不怕丢乌纱，在大堂上做了公判。趁凶水平民问，将蓝湾斩水在数日暮。这家湾处死的吕宋文压下去。李老爷为民伸冤。来神，大是。你可是人？凡夫之人，请禀他人，公敦。你，昨日死者加工郎导致了不法律中的刁民，王法无事难断子，将臣子下送。去
出杀人，吕宋一案负有责，怎可寻人？